我嘛是甲头家新郎有关系，来看到中营空服人员罢工17天了后已经散场，即马罢工预告期修法，搁一届引起讨论。劳动部昨下晡就招民航局、旅行社各大航空公司工会学者做伙来讨论检讨。立法委员认为讲上少应该有7天的罢工预告期，也毋过旅游工会认为讲上少要有30天，安尼才反映会利。今年2月华航机师罢工，也搁有7月刚结束的中营空服员罢工，短无到半年，航空业2大罢工事件，不但互空中的交通大乱，旅客、旅行社甲观光局更加是受到影响。是毋是应该爱定航空业的罢工预告期？一直是全民关心的议题。劳动部邀请劳资政学来进行讨论。罢工1天，我们至少是整个产业会损失1亿，不管是5天、10天，那只要有这段时间。29号下晡，劳动部举行民用航空运输业争议行为议题座谈会，针对航空业的罢工预告期来进行讨论。伫咧开会进前，就立委提出希望罢工的预告期上少会当有7天，但是嘛有旅行社认为7天内机票拢已经开啊，会袂覆盖，预告期上少爱15天。旅行的同业工会更加认为，旅游客约书拢是按30天开始算，罢工的预告期上少爱30天才有够。只是劳方甲工会强调，无应该有罢工的预告期，就惊会影响劳工的权益。航空公司也有积极的责任，要跟旅客预告呢这个罢工的风险。航空业是毋是应该有罢工的预告期？劳资双方有无同的意见？劳动部按各方的意见答应会来检讨。就算真正要来制定罢工预告期，还阁需要研究是要用民用的航空法，也是劳资争议处理法来修法。要真正来通过，恐惊也阁真有通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